你是否曾經擔心你的財富會在一瞬間被凍結，或是被課稅？今天我們要談論一個關乎財富安全和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性困境的話題。在我們身邊有許多成功的企業家，例如彭先生，他們在資產高峰期開始積極尋求海外房產、身份計劃，甚至第二家族基地。然而，多數人的出海策略並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而僅停留在購房、投資與移民層面，缺乏法律結構、信託體系與合規，使得這些資金在海外容易被凍結、課稅，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這是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同問題。因此，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第三代若要延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中國歷史上富不過三代的宿命，根源在於制度缺乏與結構脆弱。當代企業家的出海行動，既是對歷史的本能回應，也是對現實風險的理性防禦。但唯有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從個人意志轉化為家族制度，財富的故事才可能超越一代人的榮光，進入跨世代的秩序。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外匯管制和銀行審查的問題。中國實行的外匯管理制度本質上是有限可控的雙軌體系，企業和個人都需要遵守嚴格的審批和報告機制。這些規定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外逃與維護匯率穩定，但實際操作中卻成為許多企業家的心理高牆。如果你也在關注這些問題，並希望了解如何在全球財富市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麼請繼續關注我們的頻道。我們將在未來的影片中深入探討這些話題。同時，別忘了點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讓我們一起探索中國財富的未來。